林环球科技大学附设的幼稚园，甲云林家扶中心合作，邀请到家扶中心的碗粿阿公吴万忠来教小朋友做碗粿，给妈妈食，让小朋友度过一个无同款的母亲节。 甲卤肉卤卵放废料，放去碗内底，尾仔加米酱含油葱酥，炊1-2点钟，一碗香滚滚的碗粿就做好啊！我想要把我的碗粿送给妈妈。那你碗粿有加什么料？有加虾子，还有肉跟蛋。 环球科技大学附设的幼稚园讲，因为过去捌带囡仔去老家食碗粿好滋味，所以伫咧今年母亲节，才会想要让大家来学做碗粿，给家己的妈妈食。很 Q 好吃，我喜欢。你很喜欢吃哦。碗粿会当讲是大家常在食的传统点心，不过真罕有机会会当熟悉制作过程，所以透过这个活动，除了让囡仔来学做碗粿，嘛将家己制作爱心送给家己上爱的人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